这样感觉好些了吧？这样感觉有点过了。朕今天想和你说说江氏的事情。没事，说他做什么？你说你已经不是从前的张鹏鹏了，朕怕以前的事情你已记不得了。那时我陪成祖去张家游园，觉得江氏更平易近人，更需要人关爱照顾，便总是与他多说两句。你见了，便记恨上他，时不时就去找他麻烦。可越是这样，我便越是护着江氏，与江氏越走越近。哎呀，撒娇的女人啊，最好命。你变了性情，我虽不能理解你说的现代，但我还是把你当成我的妻子，只是换了个性情罢了。可现在的你，让我不得不重新看待我们的感情。哎，你别想多了，你即便是不重新看待也没问题的。许多事情变了，又怎么能不重新对待呢？我渐渐发现，我对江氏一直以来都是怜惜。因为江北那件事情，赵王对江氏整日闹脾气，江氏积郁成疾，所以我才会将她接入宫中，也算是救下一条性命。你可理解我？那你到底是喜欢江氏呢，还是喜欢江氏呢？鹏鹏，你是真听不懂，还是在装糊涂？哎呀，我说皇上啊，我熬了5个通宵没睡觉给你绣荷包啊，我现在唯一的感觉就是困，我没有什么精力说一些你不爱听的话了。我想听，你但说无妨。好吧，你说的这些我都太明白了，你无非就是想跟我解释，不管你是见异思迁，重新对我产生了兴趣，还是迫于形势所迫舍弃了江氏，你都是迫于无奈。鹏鹏，你这样想，唉，怪只怪你从来没有在一个对的时间爱上过一个对的人。鹏鹏，你恨我，是吗？恨过。自从上次在江北大营你设计杀害我之后，我就恨上你，对你恨之入骨，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。但是现在我不了。其实我早已察觉，你知道了江北那件事是我出事的，但你又是如何看开的呢？对一个人还有希望，就会有恨，而我对你的恨早已消失殆尽了。鹏鹏，你是我从未见过的女子。我们打个赌，你敢吗？哎呀，赌就赌，赌什么？赌我能护你一世周全。若我赢了，你便要对我一心一意，陪我共上这万里江山。注视太久，总会迷惑，看不到，却又好似丢失了魂魄，模糊我定下的。我不赌，男人的誓言是最没用的。清晰的是你轮廓，时光微笑我回去吧。的被你剥落，靠近你的体温，我心跳都活泼。
我的肚子呢？我的肚子，肚子，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呢？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呢？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，还我肚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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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娘娘，你怎么满头大汗啊？我刚才梦见我肚子没了，虽然平时我一直没把这孩子当回事，但是梦里发现我肚子没有的时候，感觉就像被人拿去的左右手一样，痛苦极了。没想到时间久了，这肚子里的孩子早就成了我的一部分了。您放心，孩子一定会平安健康的生下来的。宝贝儿，我心里有些害怕，我肚子里这个孩子将来很可能是要做皇帝的，但是九王也是要做皇帝的。这个问题都是因为我一直在逃避怀孕这件事情，从来没有想起过。没想到我居然也有今天。正所谓骨肉之气，血浓于水，无论如何我都要保护好我自己的孩子。过几天，我就冒险去求求九王。皇后娘娘。九王，难怪以前我们会在这声色犬马的春江花月夜相遇，原来这里是你们碰头的根据地呀！女神姐姐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圣都城内上下都是皇上的眼线，唯独这里是他想不到的。他那人呐，不好女色，是不会来这儿的。娘娘大可放心，这家店面已经被我们盘下来了，青楼不过是个幌子罢了。皇后娘娘，臣感激娘娘不嫌扬言顽劣，让这不孝子能攀上张家如此之好的姻缘。不用客气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次我把大家聚在一起，是要商量云溪的要事。现在军中三足鼎立，我张家最大，剩下的便是杨将军和齐胜的心腹贺家了。从即日起，杨家和张家也算是一家了。我瞧着皇上最近去议事厅的频率，恐怕要对云溪下手了。现在我们张杨两家联姻，皇上无论动哪一家，都要好好的想想了。臣还是料不定，这皇上究竟会派哪一方的兵啊？齐胜最会派的，就是我张家的兵。因为张家的兵带兵南下，便可大大削弱张家的兵权。而杨将军与九王的关系，齐胜应该一清二楚。为避免九王在云溪界战乱起义，恐怕是不会派杨将军去云溪的。娘娘果然雄才伟略，与寻常女子不同，令老臣佩服啊！现在我们就等齐胜先有动静，看他有何意图，再借机生变。哎，你们可收准了啊！你们计划变不变我不管，我那媳妇儿可不能给我换了。你，好巧啊，老地方又见面了。有事？九王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这是作何呀？本来你我二人结盟是为了自保，现在多出一个孩子来，恐怕咱们心里都不踏实吧？为何说出这等话？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我对他有了感情，不得不为了他感到担心。本来齐胜一死，你一定是皇位的不二人选，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志向。但是现在看来，他会成为你的眼中钉，肉中刺吧。
娘竟出此言，怕还是不了解我对你的心意。为了腹中的胎儿，我冒不起一丁点的风险。如何才会让你放宽心？放弃皇位。我知道，我的要求是过分了些，但是为了孩子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不管我是当爹还是当妈，我都要为他负责任。他如果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应了你。此话当真？我做此牺牲，只希望你永不负我。